德高國小古樹團帶來精彩的演出，以麻辣鮮香聞名的正宗川味餐廳開飯川食堂正式開幕。開飯啦！台南的第3間門市插旗大遠百，秉持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精神，遠東百貨與享賓集團分別贈送後背包給身心障礙小朋友，還招待30名身心障礙者免費用餐，更捐贈100張500元餐券，提供社會局服務的身心障礙家庭使用。代表我們能夠一起用心來關愛，用愛來陪伴，然後讓孩子成長的路上不孤單。那這麼有意義的活動，想必會繼續努力。這次開餐廳之外，也跟我們一起做公益。那我們一起拋磚引玉，回饋社會。開飯川食堂台南店開幕，不僅帶來正宗川味、豐富在地飲食選擇，更以公益行動溫暖社會，展現企業社會責任。市長黃偉哲除了到場肯定，也化身美食代言人。希望大家吃川食，吃辣一點哦，這個會比較暖。33家的開飯在台南哈，希望大家一起來哦，台灣。這個熱情不怕寒冬，但對於開飯，大家一定趕快來約定重塑以免項羽。現在是聖誕節與歲末的尾牙旺季，餐廳除了祭出開幕3重好禮回饋消費者，配合普發現金政策，遠百更加碼推出優惠，是適合親朋好友聚餐的好所在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